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太歲壓制主，咁大家可能咧就會諗起通勝啦，或者係覺得唔重要。其實唔少人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實際上太歲同呢個壓制主係兩個唔同嘅概念。除咗太歲壓制主呢，仲有先人壓制主添。太歲大家都知道，咁壓制主係咩嚟嘅呢？咁佢有幾大影響啊？有咩要避忌啊？係唔係靠通勝就得啊？咁冇通勝又點算呢？犯忌之後又會點樣啊？同做喪禮儀式嘅時候屬豬啊、屬牛啊、擰轉面啊，咁有冇關係嘅呢？嗱，今集咧就會教大家根本嘅原理咧同概念咁點樣去計出嚟仲有咧簡單嘅趨避方法。咁最後咧就再分享犯忌嘅實例。咁希望呢套道家法門咧可以真正傳承落去，天下共福。大家唔好睇小太歲壓制主。咁通勝咧一般係將越重要嘅內容咧就放喺越前面嘅，咁仲要用紅字印刷咁第一頁咧就係春牛圖啦，第二頁咧就見到太歲壓制主啦。咁點可能唔重要呢？咁有人話試過冇乜嘢事嘅啫。咁嗱，中信咧成日都講，好似睇八字咁，一定要綜觀全局。唔同人喺唔同嘅時間咧會有唔同嘅狀態嘅。咁個人命底厚唔厚啊？行緊好運啊、平運啊、定衰運啊等等等等，咁自然就會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啊。祭主顧名思義就係主持祭祀儀式嘅人，後來咧就泛指參與喪禮嘅人。壓制主就係鎮壓祭主。泰山壓頂嗰個壓，哇！聽到都覺得有壓力啊。犯太歲咁，大家咧都應該知道咁就係咧流年太歲嘅年支同人嘅出生年支有刑沖破害錯嘅關係。咁而太歲壓制主咧就係以嗰年嘅太歲嘅年柱作為咧輸入去揾出嗰年會被太歲壓制嘅人過咗嗰年咧就會冇事噶啦。咁先人壓制主咧就係以亡者逝日嘅日柱作為輸入，咁去揾出會被亡者影響嘅人。範圍當然都只限於呢一位亡者。咁只要你唔參與佢嘅喪事，咁自然就唔關你事啦。至於做喪禮儀式嘅時候，屬咩擰轉面，唔好望。咁一般咧就係以同亡者有沖嘅地支，即係生肖咧去計算。咁被太歲鎮壓嘅人有咩要避忌咧？咁最主要咧就有兩樣。一就係去送喪，二就係去探重病嘅人，對雙方咧都唔好嘅。咁如果係至親冇辦法唔去嘅，咁就一定要做好準備否則咧後果可大可小。咁中信咧見過唔少出事嘅事主，同大家講幾個比較嚴重嘅。有突然暈低咗要1個月之後先醒返。咁而期間咧藥石妄效中西醫咧束手無策。咁有無端端生大瘡有發高燒唔退。咁有突然患妄想症妄想咧有人要殺害佢咁最後咧仲離家出走添。咁呢類犯禁嘅後果同衝撞日腳差唔多同類，不過就更加嚴重而且咧抗日持久嘅。咁大家咧注意下，咁就可以避免咗咧唔少嘅麻煩啦。講呢一套道家法門壓制主核心嘅計算方法，咁用一張60甲子表就比較容易明白。
大家都睇到呢個畫面，由甲子到乙丑到丙寅我哋咧就叫做順數咁倒翻轉頭就係叫做逆數咯。咁首先咧，由流年太歲年柱開始，用人數即係7由開始嘅年柱逆數7個，咁就係第一個被壓嘅祭主啦。咁再由下一個干支開始以天數即係9逆數9個，咁就係第二個被壓嘅祭主。如此類推，就可以揾到第3個至第6個被壓嘅祭主。咁再逆數就會翻到起點，咁即係開始數嘅年柱。不過呢個年柱嘅人呢，一係就啱啱出世，一係咧就花甲老翁。咁古時候咧，人壽唔長嘅，咁所以咧一般咧都省略唔提通勝咧都冇列出嚟。咁以2026馬年為例，咁流年太歲嘅年柱咧就係丙午咁由丙午逆數7個，咁庚子就係第一個被壓嘅祭主再由下一個干支即係己亥開始數9個，咁辛卯就係第二個被壓嘅祭主啦。咁如此類推咧，就會揾埋咧呢個壬午、癸酉、甲子、乙卯，最後逆數翻到丙午。大家可以呢本通勝出嚟咁對一對，就會發覺一模一樣嘅喎。咁先人壓祭主咁又要點計呢？用同一個計算方法嘅，不過咧就以亡者逝日嘅日柱開始數譬如亡者喺丙午日離世咧，咁就會同丙午年太歲壓祭主嘅結果咧係一樣。咁如果有人嘅出生年柱咁啱兩個都中，咁就係重疊壓祭主咁當然咧就加凶。咁如果再犯埋太歲，咁就三疊加凶犯忌嘅後果咧就更加嚴重。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啊！之前提過，做人有陣時咧冇得選擇，明知咧有問題咧都要去咁唯有就係即係盡量自保啦。咁我就教大家一個咧就係即係簡單嘅法門咁希望咧可以咧幫到大家咧減輕咧呢個傷害嘅。咁先講去送喪。而家大酒店守夜咧即係一般咧最夜都係到10點嘅啫。咁第二日再一早去大殮，咁可以嘅話咧盡量早去早走咁入大酒店門口之前咧，咁兩手咧就係即係握空心拳咁中指咧分別咧就輕輕咁掂住手心，即係勞宮穴嗰個位置。咁直到咧離開先至放開手嘅。咁唔理堂官有冇叫你嗰個生肖迴避都好啦。咁封官咧都唔好睇啦。咁瞻仰遺容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誦經咁或者咧就係宣呢個佛號。咁你信即係邊一個就宣嗰一個咯。各人信仰唔同，其實冇乜所謂，信都係靈嘅重要條件，咁可以幫到你嘅。咁再講探重病嘅人啦，咁去到咧唔好坐喺病人嘅即係病床頭咁踏入醫院嗰一刻開始咧，咁一樣咧就係手握空心拳輕輕咁掂住勞宮穴，一隻手空就做一隻手。咁如果兩隻手都唔空啦，咁就放低呢個物品咧，就先至再做直至離開醫院先鬆開。咁最後咧就係分享犯忌嘅實例。客人呢係高級知識分子，同丈夫一對子女咧過住優質嘅生活。
咁有一年咧就犯壓制主啊，咁啊仲行衰運，咁本身又命犯克夫，咁我千叮萬囑佢唔好去探病送喪啦，啊人唔到禮到就好。佢話一家人健康正常，其他人咧就可以唔使理咁話。咁但係佢估唔到做嘢間公司咧，咁有個高層咧就係過咗身。咁樣仲指定佢做呢個治喪委員會嘅負責人，咁而佢又唔想拒絕，咁嚟問我，咁點算呢？咁嗱，我盡力咧幫咗佢噶啦，咁佢同仔女咧都冇事，咁但係後來咧，老公就突然咧就係即係患上呢個偷竊症，接二連三咧係被發現咧偷嘢，咁佢以為咧唔關事，冇同我講啊。咁直到上庭前一日，律師都話多數打唔甩。咁準備晒咧就求情信啊，學校啊公司嘅良好證明啊咁希望咧就係即係判輕少少啦。咁佢先至再嚟揾我咁話。打唔甩咧就要留案底啦，咁啊前途盡毀，咁問我點算？咁當時我做咗幾樣嘢嘅，咁經過一輪嘅操作啦，最後咧就係救到冇事，咁啊叫做有驚無險咯。咁佢就已經嚇餐飽啦。嗱，有人就會問個客自己犯壓制主冇事喎，咁但係反而由家人去承擔。咁咪好唔公平？嗱，請大家明白，所謂無冤不成夫婦，無仇不成父子嘅。咁今生能夠成為至親，都係多世緣分積聚而成。簡單講，只分兩大類。咁一就係嚟討債，一就係嚟還債。咁好嘢衰嘢共享，咁有乜咁出奇呢？嗱，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大家如果對殯儀相關嘅題材有興趣啊，或者有嘢想講咧，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多謝大家。